社会新闻发生在新北市，新北市的邦桥有一间银行，行员发现讲有3个查甫人去柜台领现金，领偌济，领几百万的现金，口座内面伊金钱流通，佫出现无正常现象，怀疑讲这3个人应该是诈骗集团的人，就赶紧报警。其中有2个嫌犯看到警察来领，伫遐激控激昂，佫敲骹呛声讲，陪人来领钱，安尼敢袂使？伊佫呛讲一定会请律师，甲这警察输赢。 警察咧问话，但是这2个嫌犯，一个敲骹，一个骹咧吊安尼吊顶车。虽然讲呛声要请律师，但是其实是诈骗集团的收水手，负责监视当你领钱的车手。8月2日下晡时，因到新北市邦桥一间银行，到柜台去领大条钱，行员真真讲反应真紧，马上报警。 民警一去上前盘查，这2人还相当嚣张的说，他只是陪人来提领现金哦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但是我们看他的内容，发现说这金额哦相当庞大，而且这个金流也很奇怪。欺骗的人包括一个30多岁工程师，面册顶悬看到开小钱赚大钱的投资消息了后，和诈骗集团的车手联络。这个车手姓陈，伊先付工程师5万到10万块的钱，后伊食到底了后，才佫叫伊汇款100多万，无想到讲全部钱拢领了。好哩，加在最后警方抓到这3个嫌犯，3个人拢以诈欺罪移送法办。